群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咱今仔继续说家哦。迄个昨礼拜对无？老师你敢有问着讲礼拜的事啊？有人要招你去耍啊？安尼朋友招你去对搭，迄朋友几十冬无来找你啊？免啊？我讲做礼拜啊，就带伊去做礼拜啊。安尼大部分的人拢会讲啊，我即个朋友足重要的哦，先来去见朋友吼。所以咱今仔要来继续讲咱顶礼拜讲的即个万校长对无？万宁的万宁的校万宁长。校长嘿，对。我伫后壁即个啊，听讲我有住过遮吗？你5岁、6岁，5岁、4岁、5岁住伫遮。我拢袂记安尼，这是中营的宿舍，老师的宿舍。老师的宿舍，所以迄阵老师嘛有去伫遐，伫这个监督囡仔对无？会样吼。这还好，对是。咱的朋友来啊，淑华你好，搁有遐钓鱼的朋友吼，你若有转来听的吼，就互因会当钓做济鱼。钓鱼的朋友嘛来啊！即阵的网络做好哦，伫海顶阁会当听着咱的钓鱼啊，哪会当听到着？安尼厉害，安尼真正是选择上帝啦，爱家家己饲一摆的赞吼。无毋对吼，无论啥物代志拢袂当阻止来教会安尼。这是以前即个万校长因迄阵去的。万英华校长，伊伫遮是去的教室，就是生做安尼啦。即阵就是嘛诚水啊吼！即个就是伊迄阵看着讲足大片的，伊就讲啊，我要来遮起学校。一栋外就起像安尼，本地是有顶啦，一个旷野的所在，甲伊变做安尼。这个真正有厉害哦！而且这是100当前哦，100几当前。伫1914年吼，万宁华接任第3任校长。伊接校长以后，到15年，甲淡江是安怎呢？因为14年接校长，伊去日本读册，读日本话啦，日本话就是国语啊。是。因为迄阵台湾属日本人诶，所以伊若要伫台湾做校长，着爱会晓讲国语。国语就是日本话，所以先去日本学国语，然后甲倒转来，倒转来1914倒转来嘛，倒转来以后过年就开始动工，就甲迄片完全拢无厝诶土地哦，甲伊动工落起教室，起到1916年诶4月就完工啊。是。就是起像安尼，迄阵起起来就是安尼。真厉害，真水诶一个所在哦！咱朋友若有闲吼，会当去台南诶中营来参观吼。来迄阵诶，校长甲迄个骹球对无？骹球带入来，咱前礼拜有讲过啊，伊是第一个甲骹球带来台湾诶。伊就是讲伊家己诶日记啦，还是讲伊诶回忆诶记录。伊讲伊看着学生啊，伫操场安尼走练花读骹球啊，拢组织起来，逐项拢组织起来。伊讲迄阵诶囡仔咧读骹球啊，拢无穿鞋啊。即摆翕相诶遐囡仔，有影拢无穿鞋啊。我会记我国校读6冬拢毋捌穿过鞋啊。我拢脱赤骹去学校。遮尔厉害。迄阵诶人拢脱赤骹啦，脱赤骹踢球佫骹袂定，这英国人感觉足奇怪。厉害。伊着家己咧想讲，哇！迄学生啊，拢脱赤骹咧踢骹球，佫拢袂感觉讲踢着会疼诶。我哪捌脱赤骹踢骹球。袂想即阵诶囡仔爱买迄个
迄迄个什么个球地下啊，遐对吧？即摆爱踢球下，即摆爬山爱爬山下，行路爱行路下，踢球爱踢球下。所以真诶是省哦，钱吼，这是袂歹。即张图是伫1920年翕诶啊，就是迄阵吼，迄阵学校诶选手，这是球队就对啊，选出来球队，嗯，啊，拢不是而且迄为了训练，阵啊，中迄个就是万宁华学中迄个穿雨衫迄阵会当读日本诶即个教主员对吧？做无简嗯，单诶吼，诶。就是足厉害诶就对啊。咱所以，要特别来讲一个代志哦，就是嗯因为伊即骹球队吼组入以后，逐位比赛拢赢啦，差不多无人会赢。哦，万宁华校长所组诶骹球队，因为伊拢直接甲学生踢球，啊，佮甲因教我安怎踢，嗯啊，因拢足敖诶，逐位比赛拢赢。啊，但是有一届咧1930诶时候，全台湾岛要比赛。哦，全台湾岛伫台北比赛，毋过比赛日吼安排伫礼拜日，啊，万宁华校长就无去参加，因为礼拜日是要礼拜上帝，礼拜日就是礼拜上帝的意思，啊，袂使违背上帝，啊，所以伊就拒绝参加，伊就讲无爱去啊，啊，无爱去以后，安尼真好啊，安尼台北遐就有两队会当得到冠亚军。哦，冠军哦，台北高等学校啦，啊亚军就是台北诶二中，哦，迄阵啊，嗯因两个着冠亚军拢退去，啊，中英着退出，拢无去比赛啊。毋过两冬后吼，毋嗯是两个几个月后啦，万宁华校长着带学生啊去甲即两间冠亚军诶学校做友谊诶比赛。哦，啊，就嗯，去台北，啊，去台北，结果呢，用4-1赢过冠军，迄阵的冠军啦，哦4-1输中英就对啊，啊，搁哦，去找台北市中比赛，啊，嗯迄一天哦，拄啊落雨，啊，规个操场拢落古暝，所以要得分嗯，真正困难，所以迄一阵嗯，吼，踢球诶是用1-0。来赢过台北市中说，冠亚军拢总输中英队就对了。就安尼，因嘿，三队哦联合，就直接翕相，嗯，直接翕哦相诶囡仔有三队诶人哦，是哦，台北市中啊，甲台北高校啊，甲中英中学，这是，是友谊赛，这拢是因为遮记诶记录记载伫拢迄个，拢伫嘿，中诶百年史内底啦，所以相片嘿，啥拢足详细。对，你即看老本就是师的即本册哦，更是，即本就是嘿，百年史哦。百年书，老师迄阵个迄个，这听讲无俗的吼，买落来的哦，100档的是真厚的一本册吼，内面有嗯，记载，这毋是老师黑白编的对吧？我迄个所以咱，时阵，迄个时嗯，阵，即个林老师啊，甲大家要读高中一年嘛，哈。哦，大家要我迄阵入去读国中，高中一年，对100档的是拄好伫中营读册对无？拄好入去拄好要入一年啊。一年吼，迄阵敢若2班吼，迄个会记诶吼。再来，即个是咱为虾米讲是台湾诶火箭车，因为咱有我读过，真正为什么讲即个名呢？因为咱是，知影有一出电影吼，叫做《火嗯，箭车》，啊，火箭车就是咧做两个足敖走诶英国人，一个苏格兰啊，一个英格兰哦，啊，两个拢足厉害。啊，即摆世运哦，就是讲奥运啦，奥运比赛是一定会得到冠军，毋是，过。因为礼拜日吼，咱就训练的时阵是用礼拜日，啊因着拒绝参加。伊讲吼，礼拜日是要做礼拜，因为即两个吼，一个是犹太人，一个嗯，犹太人诶，就是讲犹太学生，伊是就是建车甲万荣华共诶学校啦，伊建车学生，伊讲礼拜日无爱参加，因为礼拜日要做礼拜。啊，另外迄个艾瑞克吼是因后爸是伫中国诶宣教师啊，
伊出世就是伫中国。伊迄只比赛伊若无参加就放弃。放弃其实因两个后来拢是得到金牌啦。因两个是足好走的。所以讲因伫礼拜日放弃，就即个伊讲伊咧走。艾瑞克有讲一句话伊讲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目的，逐个人拢有无共款的功用啦。伊讲上帝创造伊，就是要足好走。所以伊若咧走诶时，伊就感觉讲哇，上帝一定足欢喜，咧愈走愈欢喜。伊讲上帝创造我，就是要足好走。伊咧走诶时，就感谢上帝，讲上帝看得一定足欢喜，就安尼。所以就是走哪飞咧，对吧？你走诶时，哪想要你飞安尼？所以即摆公车走哪飞对吧？伊足紧诶，全世界第一名。对，听讲迄阵诶火箭车两个人一个后来去走400，一个走100，拢第一名。艾利克后来比赛后，佮继续那种来伫中国做宣教士。对啊，所以虽然讲伊无礼拜诶事其实礼拜就是讲袂使违背上帝约定。对啊，你4当较一摆呢，4当较一摆无去无睬呢伊讲6日爱拍拼去做工，到第7日你就爱休困来敬拜上帝。伊讲你敬拜上帝，你所赚的袂较少。你礼拜日有哪去无用，你所赚的有哪袂较济，所以礼拜日就爱休困敬拜上帝就对了。对，礼拜咱去教会，咱想要你去见，我拄则讲你见总统对无？见国王。你若要去有啥物代志有比见即个国王、总统较重要呢？咱想无对无你若会讲总统要来见我，紧来甲朋友拢带出来做伙见。所以咱伫即本这是上新诶操场对无？这个操场是即阵操场诶，就是生做安尼啦。迄阵佫有代表台湾去日本比赛。是，所以伊就是虽然无第一名，但是训练出来学生。迄阵咱去日本诶是足厉害诶。其实迄阵因为体育拢真好嘛后来伫社会有足大诶成就咱袂当讲一个摕出来讲。听讲最近有人佮家遐诶人真正有叫出来访问呢，有家遐诶人较骹球诶吹出来，因佮继续有读诶嘛，足侪。即摆拢已经90岁啊。90几岁佮会记咧，伊佮会记咧即个万校长大家当去迄个 FB 找足侪因诶故事。来台湾，台南嘛有去一个教会。伫学校诶附近遐啦，有去一间教会，叫做万年华纪念教会。是，阮诶妈妈有去过即间教会聚会。即个是伊阁有写2本册。即个伊迄阵咱知影万年华校长伊迄阵日本人伫最后就是讲日本人发动甲中国诶战争，日本甲中国毋是咧战争嘛，对7七事变，叫做卢沟桥啦。对迄阵开始，日本甲中国咧战争，迄阵台湾遮着受限制足严重，就是讲日本已经咧战争，所以学生囡仔着爱劳动啦着爱去做工啦，创啥然后呢，所有英国人拢互赶倒转去。伫台湾就无够有英国诶宣教师，万年华校长是最后一个离开台湾诶。伊离开台湾是1940快1940离开，离开台湾，台湾就拢无宣教师啦。万年华转去英国以后，拄好无偌久就1945年啊，迄个时阵有德国诶飞弹
就拍入去英国的伦敦，结果拄啊弄到伦敦迄个长乐教会总部迄个总会啦，迄个总会干事煞伫迄个所在来，炸弹弄死，弄死伊迄阵拄啊编一本册吼，也未完成，就是英国海外宣教100周年的历史。也未嘛，100年史也未完成。万年华等于拄啊接即个上适当的工课，伊拄啊知影东南亚遮教会状况，所以就继续甲即本册完成。就是万年华倒转的时，伊也未倒转的时伫台湾，伊拢毋敢出门，因为伊若出门会互人拍，因为日本人看到英国人就拍，英国、美国。美国开始轰炸台湾嘛，所以看到毒片就甲拍，所以拢掠后来到吴东，就是讲，互日本人做校长以后，伊感觉讲应该请一个日本人来做校长较好，因为迄阵学生来强迫伊去拜神社啦，个足侪麻烦的代志政府拢要找学校的麻烦，讲若是。日本人来做校长就较无迄个问题，所以万年华就家己退落来。伊讲上帝的工，毋管是做足大，还是讲做上细，做大做细拢共款，伫上帝眼光内底拢相像，所以伊就退落来。日本人做校长，爱做老师就好，伊做学校教英文啊，教圣经啊，甲做学校的牧师安尼就好啊。校长由日本人来，但是迄个基督徒的校长有哪是袂歹，伊是退休的海军的指挥官，伊的官位是真大来做中年校长，是一个基督徒。万年华伊有讲，甲即个校长配合甲真好势，这是万年华校长伫学校的过程，甲伊最后来离开台湾。对啊，伊是无管什么名不要紧，无名不要紧，有做工就好啊。做大做小拢共款。但是重要的就是伊做疼台湾的人，来为台湾的人做伊会当为台湾人做代志，伊就足欢喜的咱即份的校长，也是咱即份的官若会当像伊安尼是毋是足好诶就是毋是为着要争一个名比如讲最近诶一个俄国对吧？伊呢总统总理已经做几啊档啊，即阵呢搁要争做几啊档，会当做甲103年啊！即个为着要争做即个物件害足侪人。所以这是真正无简单的一个人因为无管伊的身份是啥物，拢做伊应该做的代志。只是可惜因为战争后来无法度搁转来伫台湾所以来讲伊伫即个100年的历史内面是最后一个伊迄阵有去过即个礼拜堂即个是。这我来讲一个我的代志啦，我家己的代志啦因为我去英国要去拜访，就是讲要去找迄个宣教师的卡车，讲逐个宣教师拢伫苏格兰、英格兰来，因到底是安怎甲有遐尼大的热情要来，我要去看，就去英国找，毋知影讲去英国的第一日。拄啊困落飞机困一暝，爬起来，来参观第一间教会。即间教会是万年华伫遐做礼拜的教会。我就入去参观。阮两个人嘛两个另外一个有哪甲我共款做翕相，就翕教会内底的玻璃窗，因为玻璃窗拢是彩色的，伫遐翕。翕到最后要离开我想讲好要离开，我甲相机逐项拢总款好势，
放入去我的背包，放伫教会门口遐吼，因为我随便离开啊。有一个少年囡仔吼，伫外口入来，就甲我伫遐看看，就甲我讲，迄个少年囡仔的面相真好啦，真古意的人啊，真老实啊，看着真老实的吼。少年囡仔就讲我的朋友要叫我去甲帮忙，因为伊咧迄个彩色的玻璃爱用椅仔过卡。我就真正去，我去我讲我要创啥？伊就甲我讲，无我无叫你。我阵甲知影讲，哇，惨啊！我一定互骗去。我随意翻头走出来门口，已经拢无看人，我的背包就互人偷摕去啊。走出去外口，迄个拄三岔路嘛吼，我逐条路拢总无动无静，连看到一个人影都无。迄人拢毋是迄个少年人。安尼就无去，无去我变成，就所有物件拢伫内面吼。要穿的衫裤，甲大钱袋啊，全部拢去。全部拢去，阮就无钱通去大旅社，因为阮剩一个人的经费，就好，阮就体会宣教师的生活，就去公园困。所以下暗时吼，有时伫公园困啦吼，有时就困伫电话亭仔内底啦吼。因为迄真烧，因为虽然热天，暗时吼佫是真寒吼。伫苏格兰的所在，暗时有影足寒，所以拢困伫电话亭啊。有时就困伫学校迄楼梯下骹，逐位啦。毋过虽然安尼吼，咱像宣教师安尼。无所在通去，生活那像真无把握，头前的路拢毋知。毋过安尼来体会宣教师生活是怎样，有那是袂歹啦，一个特殊的体会。有看到真水的青啦、月亮啦，还是讲暗时的风啦、落雨网要安怎困，拢真好，拢总有3礼拜。无困过旅社吼，无入去房顶困。这个厉害哦！而且老师迄阵也毋敢甲阮讲对无？转来时甲讲，讲嘛是无效讲。讲无效嘛，会当寄钱去互因安尼。所以迄阵嘛是无遐尔方便啦吼，会当上即阮电话卡咧，还是手机支付对无？手机仔内面吼，就会当用什物卡来付钱，足方便。迄阵是宣教师，来体验宣教师的生活，有哪袂歹？对，就是像安尼。其实这是阮兜隔壁啦吼，我叫阮翁倒伫遐体会一下。其实阮即阵若有这阳光，爱当困伫公园，是足爽快的代志吼。以前老师是无共的哦，老师是全部的物件拢去互偷摕去吼，来。而且是第2工就发生啊，所以3礼拜拢困伫公园，佮有伫电话亭，伫各个伫足侪公园，英国对无？咁遐生活吼，所以这是真无简单的，就是讲世间足侪代志，冲突的是吼，含上帝的代志冲突的是，你要选择啥物咧？你的选择是啥物吼？选择就是上帝，当我去，逐项拢会改变。是，就是吼，咱的朋友讲听了真心酸。是一个少年人，所以袂当看外表对无？看起来故意吼，来就去互骗去。其实我应该是旧年底嘛，是我去维也纳想讲，今年。一生的梦想对吧？音乐之都，来去到遐火车站嘛是，我是压头尔吼，佫毋是去互骗哦，就是压头诶捡物件尔，规个包仔就去互摕去啊。而且因为足侪人诶吼，但是逐个人看起来拢足正常诶吼，无一个看起来心小偷诶吼。所以咱朋友讲真感动吼，上帝赐福。真正是稳定，会当互恁伫遐吼，哇，3礼拜哦，无欠亏对无？无欠亏，对，无欠亏。
真正诶呢，嘿，咱小可咱感觉讲咱拢无惨嘛诶是，其实上帝拢传好啊吼，而且佫会当佫去办着护照，护照佫爱办新诶，吼，啊听讲去找迄个，嘿，对，找迄个要办护照诶所在嘛，足歹找安尼。迄阵无像即阵诶手机啊，足方便，因为老师有一个感恩诶心。真正是，就是无共诶心情来看无共诶代志诶时，就足欢喜诶吼。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有面对有拄着啥物人生诶足歹选择诶代志诶时，你会当去教会坐一下。但是英国迄个教会即阵已经无人咧聚会啊吼，听讲佫你袂教。礼拜日个有时有啦，有时无啦，无讲像较早安尼，对，即阵拢足济。变化足济啊。真正诶吼，即阵欧洲足侪教会拢无咧聚会，即阵少年人拢无爱去教会啊，因为因感觉这无重要吼，而且足侪家己诶代志要做吼。啊，今仔有来听诶朋友，应该拢是选择上好诶福气诶人吼，来祝福恁吼，会当每一工对无，拢选择上好诶福气，上帝祝福恁。多谢老师甲咱分享，谢谢，感谢观众。是真哩无简单诶体会吼，无一个人会当安尼3礼拜住伫外国，迄我可能无法度，可能伫外口就寒甲破病安尼。好，所以咱后礼拜一诶下暗，台湾8:10，泰国7:10，澳洲1:10，佮做伙来讲故事。多谢观众朋友，老师平安。